人都要给放水草顶南路呢，就两多的拿这的木多当了。哦，我嘞。然后话都得当啊，然后就是说要放水草顶。搞不包呀，鸟道呀，为了讲草的去路。小草头从小草头路的头要做酸稻。哦，做酸稻了。酸稻呢，木就都是落说呢，木就伢草下来，一查制作云南，一查制作贵州。贵州一查木的关系讲啦。北京木呢，为了讲白的，这木呢人家到山呢，得秋平为什么要说医疗呢？他得去呢没说医哈。因为呢，北京木呢为什么呢要秋山？得说医，他因为头人家到温度，才说医了，才说医才来落呢，就所以人才说医。所以呢，得说医都已经对得秋平养鸟当了。这样呢，错得个到中华行了呢，才来对木呢才来轮鸟对那个。什么才能搞的对到中行啊？你要头开。要开北京了，到南京了，要那么来了。到南京嘛，得老嘛，对，从南京捞嘛，是只要到了北京上了，到了这个农业的对起就到北京天这个呢，湖北一带了。就要为大个我们找对起了。我嘞呀。这个种的些最哪弄都没动呢。但是嘛，换了话题都这么猛啊，说是。说是，我说到了。背着老南京老就和老人了他了。和老人了。和老人样了。和老人了啦。我嘞呀。老到不吃点能了。老家就老的吃点了。吃点能了。吃点的。叫老头呀，老多家得老呢，也好头呢。也老多家得老了嘛。也要好头。老多家得老。南京啊。要老南京了。要老头要南京了。要老到不吃点能了。老到得吃了。老吃点啊。我的明白嘛，好玩，好养少话。好养。每样弄呢要古地梦要古地梦了还是古地梦诗？不呀，古地梦人。古地梦人。我下脚到乡下了，下脚做了。下脚做了。那人开始移脚了。那叫老呢，趁老不头呢，你好做。那呢，可能他叫老呢，可能要搞小心眼了。然后我有老周天，把老周了，你不对头呢，可能，然后开了，那开了呢，可能。然后开了呢，就轮到发队，人家到发队呢，就开了哈，好，这开了到对叫做小农户干的。